第一章，神創造萬物。聖經告訴我哋，呢個以其自身嘅複雜奇妙同生機勃勃而令人震驚嘅世界係點樣形成嘅？人係點樣被造嘅？人類點解以及點樣背叛同藐視做佢哋嘅主？同時亦告訴我哋，由於人犯罪抵擋神，神可怕嘅死亡詛咒就臨到咗人。聖經告訴我哋，由於我哋犯罪抵擋神，從我哋出生嘅嗰日起，死亡嘅厄運就籠罩住我哋。我哋冇盼望，冇真正持久嘅喜樂同平安，等待我哋嘅只係死亡。不管我哋富有或是貧窮，強壯或是虛弱，是為奴或是自由，有病或是健康，好快我們都要死。然後聖經告訴我哋仲必須企喺做我哋嘅主面前，告訴佢我哋點解要藐視佢同佢公義嘅律法。神將按照佢嘅法律，而唔係我哋嘅法律嚟審判我哋。世界上沒有任何宗教，沒有任何哲學，亦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哋如何才能夠得救，脫離呢個可怕嘅詛咒。只有聖經。最初，神創造咗天地，在此之前，大地係虛渺無形嘅，黑暗籠罩住深淵，神嘅靈魂行在水面上。神話要有光，光就出現。神睇到光十分滿意，就將光暗分開咗。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於是就有咗晚上，亦有咗清晨。呢個係第一天。神話要有空間，將水分為上下，於是就創造咗蒼穹，將水分為上下。神稱空間為天，事情就咁樣實現。晚上過去，清晨來臨，結束咗第二天。神話喺天下嘅水要聚集在一處，用陸地露出嚟，事情就咁樣實現。神稱陸地為地，水為海。神睇到呢啲，心為滿意。神話地上要長出不同種類嘅植物，青草同結咗種子嘅蔬菜，以及有核嘅果樹。事情就咁樣實現啦。神睇咗甚為滿意。夜晚過去，清晨來臨，呢個係第三天。神話天空要有光體嚟劃分晝夜，決定季節，計算時日，記載年歲，並喺天空發光，普照大地。事情就咁樣實現啦。於是神做咗兩個光體，大嘅管理白晝，細嘅管理黑夜，又做咗星宿。神將日、月、星辰排列喺天空，普照大地，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神睇到呢一切都好滿意。經過夜晚同清晨，呢個係第四天。神話水中要有游動嘅生物，天空要有飛翔嘅鳥類。神就創造咗大小不同、種類各異嘅水中生物，同五彩繽紛嘅飛鳥，各從其類。神睇到呢一切十分滿意。神賜福俾佢哋，水中生物要生生不息，遍布海洋。飛鳥亦要喺地上滋長繁殖。經過夜晚同清晨，呢個係第五天。神話大地要繁殖各類生物，如牲畜、爬蟲同野獸，各從其類。事情就咁樣實現啦。
神創造咗種類各異嘅野獸、牲畜同爬蟲。神睇到呢一切，亦好滿意。神話我哋要創造人類，按照我哋嘅形象同樣式嚟創造人，等佢哋管理海裏嘅魚、空中嘅鳥、地上嘅牲畜、爬蟲同野獸。神就照住自己嘅形象創造咗一男一女。神賜福俾佢哋，話你們要多子多孫，遍布大地，治理世界，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的動物。神又話：睇下地面上結種子嘅蔬菜，樹上有核嘅果子，都賜俾你哋作食物。至於地上嘅走獸同爬蟲，空中嘅飛鳥，就以青草為食物。事情就咁樣實現啦。神睇到呢一切，心為滿意。經過夜晚同清晨，呢個係第六天。天地同萬物都做齊啦。到第七天，神完成咗佢嘅工作，就安息啦。因此，神特別賜福俾呢一天，定名為聖日，因為神完成創造嘅工作以後，係喺呢一天安息嘅。神創造天地嘅時候，地上仲未有草木蔬菜，因為神仲未降雨。當時亦冇人耕作，不過有泉水從地下湧出嚟，滋潤大地。後嚟神用地上嘅塵土塑造咗人嘅身體，將生命嘅氣息吹進鼻孔裏，令佢哋成為有生命嘅人。神喺伊甸嘅東方開闢咗一個園地俾人安居，並且使大地長出各種美麗嘅樹木，結出芬芳可口嘅果子。喺伊甸園中央又栽咗生命樹同分別善惡樹。神將人安置喺伊甸園裏，負責看守同管理。神吩咐佢哋話：園中任何樹上嘅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嗰棵分辨善惡樹嘅果子不能吃。如果吃咗，你們必定會死。神所創造嘅一切生物當中，蛇係最狡猾嘅。蛇對女人話：神真係唔准你哋食任何樹上嘅果子嗎？女人回答話：任何樹上的果子我們都可以吃，唯獨園中央嗰棵樹上嘅果子，神吩咐我們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死亡。蛇對女人話：唔係，你哋唔一定會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咗這果子以後，眼睛就會明亮，也就會像他一樣能分辨善惡。女人有啲心動啦，佢睇住嗰棵樹上嘅果子香甜可口，更能使人獲得智慧，於是就將果子摘落嚟食咗，又攞俾佢丈夫，佢丈夫亦都食咗。傍晚天亮嘅時候，神走到園中，亞當和妻子聽到聲音，立刻躲進樹林裏，想避開神。神呼喚亞當話：你在哪裏？亞當回答：我在這裏，因為我赤身露體，所以聽到你嘅聲音，我就嚇得躲起來了。神問佢：誰告訴你是赤身露體？難道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你吃了嗎？亞當話：是你賜給我的女人，把那棵樹上嘅果子拿給我，我才吃的。神質問女人：你做咗什麼事？女人話：係蛇欺騙咗我，我才吃的。神對女人話：我要加重你分娩時嘅疼痛，你必須在痛苦中生育子女。即便如此，你仍要愛慕你嘅丈夫，接受他的管轄。
神接住對亞當話：你既然聽從妻子嘅話，吃咗我唔准你吃嘅果子，大地要因你而被詛咒。從今以後，你必須在地上勞苦終生，才能得到食物。土地要為你長出荊棘同雜草。你要吃田裏嘅蔬菜，你必定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回歸塵土，因為你係從土裏來的，仍要回歸塵土。亞當為佢嘅妻子取名叫夏娃，因為佢係人類之母。神用獸皮替亞當同佢妻子做咗衣服，讓他們穿上。